观众朋友，欢迎收看《后生太上宫》，有法太加工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涂思忠阿忠谷。你后生太上宫是一個邀請後生人共下來打嘴鼓嘅節目。今日咧，我老大家講嘅主題係工作。後生人都尋工作、尋投入嘅時代，都大會遇到乜嘅困難哦。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嘅公布嘅資料有顯示，今年呢失業率2018年到1月到2月失業率係3.67%，同去年相比係有降大咧0.15%。看起來青槍有見起有慢慢的回升的跡象，不過後生人都潛投入嘅時候，真正有按改係冇。你看到當地嘅資料有顯示哦，看15歲到29歲後生人對失業率係平均大概3倍按多呢。韓國有當地後生人嘅平均嘅月給單槍25000按多天天，沒有當地人有表示講，有60人想要出國去做投入，有80個人因為台灣嘅薪水太大咧，都但用不按呢哦。不過咧，今本日你當番又有邀請到50後生人，老大家講一下佢哋喺潛投入嘅事情。眾上歡迎今日嘅50後生人。首先，你先邀請嘅係你自己。大家好，我唔係高中生，我係冇投入嘅自己。可能真正當上高中生吼，第一就係邀請嘅係李家，你總啦鄉親。大家好，我係第一投入出動幸運嘅幸運家家李家。希望李家嘅幸運咩做得大本人大家。第三就係小嘅咩係桃園嘅鄉親北強。大家好，我係日本欣賞老法通主持嘅鍾北強。好，第四就係小嘅係你主動來嘅飛奇。大家好，我係飛奇，我嘅投入多做唔聽。最尾就係嚟邀請係你小鳳。大家好，我係大家睇住幕後中嘅小鳳。好，希望你今日嘅50個後生人加油講到，後生人都特別潛投入嘅時候，可能會遇到很多嘅困難。你先來問一下，看一下親後生嘅質疑，對特別潛投入嘅時間，你知道用辦咯？因為其實我畢業有4年嘅時間咧，咁所以其實我做過很多唔同嘅投入，係像我第一隻投入就係幼稚園先生，過來就係牙齒嘅美容顧問。唐月同 T 片咧。再過來就係奧林匹克嘅工作人員。你電視台以前嘅節目嘅工作人員。再過來就係報道客家廣播電台嘅節目嘅企劃。再過來就係講下廣播電台嘅主持人。唐月自己做過嘅投入真蠻多嘅，不過做了就投入嘅時間，唔知有遇到乜嘅困難？有呢，因為其實後來我感覺人嘅問題對我感覺較重要啦。人嘅問題。人嘅問題。因為從我牙齒嘅隻投入啊，我嘅主管就都會私人情緒嘅問題。覺得 EQ 有較大啲嘅。因為其實可能佢自家嘅事情未清到，故所呢可能佢嘅心情可能感情嘅問題，有啲問題嘅時間佢去上班嘅時間心情就較唔好，故所你做乜嘅事情佢就會罵。後來他自家上班嘅時候心情就較唔好，故所後來我就讓我嘅同事就強下離開咧。你啲吼，你情緒問題，EQ 嘅問題，做影響到自家還有偏移，除過大家故所情緒商數管理咩係當重要。不過看起來你家應該冇遇到安尼困難吼。其實我頭擺沒做一棟都投入，像 PT 那時候我就做了很多打工。不過像我自家第1份呢正式嘅投入啊，就係講第擺投入係太好畢業嘛，因為當順勢，因為有人老小嘅又係大公司，佢錢又當多，啊事情又當少。唔講幾時節，我應該投入係按到主持企劃。主持企劃，當個同好啊。係啊，不過後面就變做編輯記者啦，編輯記者。故所幾時間我就想講，我愛做一份投入冇，因為記者唔係我嘅興趣，我就更想講落去詞太好咧，後面就老自己強用，就老做主持啊，然後搞小朋友客家話應用。故所剛剛有講到，然後自己咩係自由之身，是不是？對啊，自由給你，咁咪自由給你咯。大家都係 freelance 嘛，大家其他人都唔係冇自由啊。做自由給你有乜嘅問題冇？你知道？
自由嘅問題，可能爸爸媽媽可能會較少啦，因為一開始收入冇按穩定，係因為一開始可能呀價嘅按呢冇按到，不過後來慢慢用到，記得就會感覺較豐盛。不過我其實咩冇出嚟講啦，因為你手動到啊，我沒有錢啊。懂章，因為從我一開始做上班族嘅時間，然後後來我就離開上班族嘅生活，就變成自由嘅人，總共有2年係冇收入嘅。冇收入更用解釋。我咩冇出嚟講，我係去日本搞啊，搞到冇錢啊。而且真係，你自己嘅彈動態吼，你每下下彈無按態小鳳，小鳳不用彈無按態吼，我按態先用我彈無按態，可能彈下些。你話講？可唔講唔做過嘛個條路咯，佢就第二彈唔態冇。我之前係啦，係按你講咩吼？我頭擺條路我一做就做15年。係啊。入邊我咩戲劇學院畢業嘅。係。用會係可唔可以？係，教養。係啊，我頭擺條路做15年嘛，我就想講也係表演藝術按嘅東西咩吼？傳色山傳色報冇問題啦。我太風太電是真困難啦，然後太風太電我天時地利感應報係嘛？我就想按無嘛，我想講好啦，你就寬坡啦，我就寬坡，可以出界啊！我想講佢就乾脆要轉行就較做地位嘛，啊唔過我轉行我想講快人啊數語冇好多啊，英文又講唔來啊，用解釋，問題又本人嫌啊，冇關係啊，我頭擺做表演咧，我就靠我哋種拽。做業務啦，唔係冇講下，就做業務啦，就想講老頭擺較有管理，老人講法唔會強衝安尼。唔過你係咩喺人喺廠處呢？人喺油店就係一種嘴，唔會夾棍啊，唔可以做15年都叻下咧。係啊，唔過我小鳳順康嘅飛琴知道你自家有做過馬街條路冇？我開始長出社會畢業嘅時間，第一份條路係大家都當上去嘅地方係新竹科學園區。哦，所以我大家都知道當好咧，用板講啊。因為新竹科學園區大家是想講，應該福利好，和薪水又高，可是大家冇想到嘅係，佢其實係當辛苦嘅條路。因為我哋係做些兩嘢，歇困兩嘢，和又加做些兩嘢，但係當我全部都係上台加班。台加班，你就係你一下講就係拿嘅企業幹、新鮮嘅幹，而讓人揾條路。係揾錢係，和當辛苦咧係大家唔理解嘛，和報後愛遊戲自然做行政。給底部係做馬嘅用色嘅條路。愛係新強一下，就是跟大家非常有關係嘅新強簡報。很簡報的條路咪都唔好走，因為你只要一個差錯，一條線冇新強錯，還其實用，比如說乘以10倍來發解到錢，和發解到錢愛個壓力是為動態。嘅小妹咧，小妹用解釋，你都，你做事時動作會知道嘅壓力動態，嘅用解釋來解決哦。那咁樣其實自家會就該思考。想講係愛好從事自家真係想做嘅事，還係講愛去傳好多嘅錢，所以是兩種方向，自家愛相當清楚啦。喺講愛做自家好做嘅事，該是會錢好少。喺嘢講做一傳動到錢，有可能是會就是自家想做嘅，就覺得自己冇成就感。是唔係真係自家想做嘅事情，所以兩種方向是自家愛去考慮清楚來。我聽講吼，聽講都有聲音過後，有當多嘅想法有改變啊。因為有聲音咧了，我是知道，從因存錢唔係提啲重要嘅事情，所以我是去做當多，讓我頭擺做嘅事情冇可用，比如講我去種田啊。還愛為土生你像種田就是種田，種田下田，係種田啊，還是為大聲音去立行，佢立行咪係用一道小方法，比如講係讓人用打工換宿啊，應該方法是唔是用到按到錢，所以我個條路收入是做得唔是按到。一下做嘛個條路，兩下我都好搞行業，係我自家寫歌創作歌，咪係要。
完蛋，我先逃。唔系啊，因为刚刚有想到，他两啥就做主持人，其实小凤没有做过主持人。我爱就发通听听啦，不然强咩主持人，但是讲知道快台下是咩主持人可能咩爱，知道会生意了，跟爱出来搬下果的好咧，结果飞机咩下果的啊，跟爱快台。我家飞机有讲到声音有声音过后咧考虑无相同，跟小凤没有声音，你们冇想要推声音上一下冇？我就係因為優秀啊，因為我條擺做表演咪嗬，從差出國。有遺傳冇遺傳，有冇按你冇？冇啦，我才是個時間咪較難安排啦。老師已經下時間下。係啦，佢出國咪嗬，一年出國最少2擺嘛。啊，去到按演嘅地方就半個月一個月啦。係啊，去到南部有2日3日這樣轉啊。所以你轉到成日就是嘿，如果冇時間好排盤呐。聲音會唔知道，你兩三年係慢嘢咯。我就夾把。媽媽要翻譯。唔過其實咯，聽小轉啊，佢很偏嘅爸爸哦。係啊，做唔得啊。故作兩下會到，大家都會到，自家嘅聲音來思考到，自家到底可以潛嘅，要工作係前下多嘅，就係潛嘅工作係留聲嘅，做盤時間較長嘅一條路係冇。假如講到係讓你看到嘅後生人可能唔單止係為到係時間啊，唔單止為到薪水，咩有可能係設計欠錢問題。你聊下閒聊下，等下轉來繼續來問大家閒聊一下。我到高中畢業間嘅吼，提入來創始打工，到街路上發傳單啊，唔驚風啊，唔驚水啊，2點鐘是要95扣，95扣，跟勇敢散哦。更嚴重。其實我條班沒有發傳單。其實我沒有，唔過呢，開始個都有拿，可能我上來下等一下。觀眾朋友，歡迎轉到後生太上宮嘅現場。家下上一段節目咧，你飛琴有分享到佢土生嘅去種田啊，也係去耕田嘅事情，也係幫大家想到誒，也係後生人留上一生人咧有嘅想法，親像動態無窮樣，有啲人想去賺錢，有啲人想去土生去了。唔過你哋下行去問一下北強唐公以前打青島工嘅老太太講一下好冇？我到高中畢業間嘅吼，提入來創始打工。到街路上發傳單啊，唔驚風啊，唔驚水啊，2點鐘是要95扣，95扣，不斷向錄音、曲講啊、介紹啊，見識到一擺又一擺母親嘅擦身而過。有到路上有青島會講本小男，你知道嗎？就被人家諷刺，有種，我不知道哪裡這個東西，跟勇敢散哦。更嚴重。迄個我條擺，我讀到安尼咪吼，我那個天數拿。啊，規貼嚟講到其實通地位。其實我條班沒有發傳單。其實我沒有，唔過呢，開始個都有拿，可能我上來下等一下。我知道平常時出來拿便宜嘅傳單，你去給他做條都便宜就讓你拿，係真嘅。這是好心有好報。那被北強咯，除咗發傳單以外咧，我除了發傳單之外吼，我未做過天花界吹簫人。本人吼掛天花界世界吼，唔記有幾多擺。講出來了，吼，講到都想哭出來的那種。我想哭出來，那兩下半年來講，衛生紙，所以啊，是因為了兩種工作嘅經驗嘛，所以本來就面對唔是嘅應該擔量，然後口語表達嘅能力，所以我兩下從至於強榮哦，咪係自由之身，到補習班到英文之外，咪係做中正嘅雙語主持。可能兩下在彩槍傳青苔哦，你賺最大。冇啦，主持音樂。賺最大。我來，你彩槍當當然都係自由之身嘛。我大家都潛投入嘅時候，有人可能係想要用興趣，有人可能考慮到嘅係錢嘅問題。我兩下就會問大家，請大家寫一下，假使第1份投入本身，你會選興趣，也係選錢喏，來大家評分啊。假使有10分，你知道10分底杯。興趣佔到幾多分，又係錢又佔到幾多分呢？假使係線下嘅愛情嘅愛，當然係知道興趣同重要。唔過頭擺愛線上有講過，啲潛到興趣嘅投入之前嘅錢係第一定重要嘅。做得用錢來潛自家興趣咩動作？唔過大家下下後就做得不用出來哦，你做得來看一下，大家興趣攞錢哪一啥太重要？
哇，动刀都无强用呢，吼。先来看一下兴趣占最大分的飞禽，总嘛兴趣係7分哦。因为爱做过按到投入和到两下为止，爱起到和係愛性，就是興趣，然後投入做得結合，安因這樣做得做好久。哦，已經穿到爆龜龜咧，有穿到爆逼逼的。所以我也要主妻，我搶他的公唔是叫聲音嘅，係啊，你下行去學聲音，係啊，聲音係盲動態啊，因為興趣然後投入你係結合，你是做得自己用心嘅商圖咪冇空用，係，所以如果你嘅興趣做得變到投入啲度，愛從愛自家啦，愛是去，因為去到比較得心應手，還沒做做好久度。係，飛禽動嘅動唔錯嗬，就係有興趣就做得做下久，嘅興趣咩動高分嘅理解唔知道。其實一下興趣較多，不過像體分投入啊，嗰時一張大學畢業，想應該係一張嘅2萬6到3萬差唔多，結果比想嘅還多1萬塊，故說唔真係有錢嘅。冇啦，幸運加攞幾價錢，係啊。剛講到係理解問題，嘅自營是到呢？其實體分投入嘅時間，體分投入呢，其實我將你個按度係算2萬8，係唔講那係扣體勞健保，勞健保就會感覺有得少。係啊，可能爭2萬5較扁添。唔過家下唔講嘅比那個平均咩遐多咧，係冇？差唔多按呢。 2萬8，差唔多。故所我應該有大部分嘅畢業生強用採購啦。係啊，家下至於講到，做嚟來看一下，下咧3個時代嘅平均薪資到底有成長冇？你看一下，青蔥差唔多，陽光有1份，很多薪資滿意度嘅調查，你看一下90年代，我們都是90年代，差不多。對，我們某些人係90年代嘅平均嘅薪資係28179個月，不過80年代1980年代平均是28600個，韓國70年代以前嘅係3萬個口呢，太貴啊！所以你看，歐巴，佢哋至於其實講幾個起薪係2萬8，可是你看起薪係2萬6，不過你要過試用期，要過試用期才有。3年，係啊，可是你看到那個東西咪係至於那種，係啊，對，你就看10年前和10年後，你嘅薪水冇成長，不過你嘅物價緊起來，其實就會講到你實際薪資其實係降大哦。對，所以大家就冇，有時候網絡上會一直講說後生人冇大病，其實唔係後生人嘅唔錯，係因為真嘅物價太高，然後薪水又太大，故說後生人兩下辛苦，很辛苦，對不對？不想換工作。如果唐英懂困難不爭反減，不過畢業過後，你知道跟你預期的薪水有關係嗎？收風，你知道有成長嗎？你邊係當我要分條路嘛？發現到未？我哋喺公司要動到去鋪書啦。家講嘅薪水2萬8嘛。有條很用係點啊？起薪2萬2。係。其中其他加本嘢有津貼啦。係，一差別啲係點啊？年終2個月。你2個月薪水係2萬8，然後起薪係2萬2，按你冇強用哦，對嗎？那個起薪你年終拿2個月，這就有檢查。也檢查動多，嗰項有也前條路我看到嘅下個講你來做咪好，一張月賺3萬6，5萬的8萬的就有，嘅全部咪好，嘅你係係學徒，所以唔漲落去咪係2萬多。係啊，跟5萬用蠻來。嘅意思講，唔出師以後啊，唔做師傅以後咪好，佢話想啊，佢下按嗰下想你落去嘅啊。但當你學完以後，佢話講，你要快點喎，係啊，係嘛？唔啲嘅度做按到嚴重到嘅錢咪好，我快點快分店加盟咪好，佢做100兩廿重嘅錢全部輸咗，係啊，要靠以前做事嘅變到會做事動行嗬，學到落來爭學財塔，學到來嗬嘅事就拍得起，勇敢些。唉，估數錢較重要，幾百強我唔知道咧。我從大學1年生開始吼，
是因为同时接受英文教學啊，然後法通主持嘅關係，我大學時間吼完全冇記錄，所以到差不多我畢業嘅時節，我到業界也有3年lang嘅經驗咧，所以我了下有穩定嘅補習班啊，然後家教啊，也有固定配合嘅公關公司，所以我到了下畢業2年lang之內，我感覺我嘅收入有超出我大學時節嘅預算。係，然後就佢真係係一個動興園，基本業體秒出來，今日兩出來，幫那個上面要上那個有錢王。誒，大家有可能考量到誒目標嘅費錢咧。我知道我還係會以即係興趣佔大部分。誒，除咗薪水以外，你就會考慮到興趣嘅問題。係。做乜可以兼考慮到啲興趣嘅問題？因為從我係了到後生人點解都最冇後生界，最冇後生界，所以鼓手漳州條路嘅時節，體分條路就會考慮到業界嘅問題。係體分條路其實還係考慮業界，因為嗰種是學後生，可是兩行係是唔會咧，佢嗰種是會考慮薪水係，薪水好高係，因為特別從愛理圖書嘅時間，愛理都會用助學貸款。按助學貸款是係你畢業了，你就開始還該助學貸款嘅錢，所以我一開始就走條路嘅時間，還係會一開始啦，出社會嘅時間，還係會想講薪水好高，都還係要好養。係，要薪水真嘅係一個，你知道人為財死，鳥為食亡。你睇薪水啊，業界還係都重要嘅事情。不過除咗薪水，然後佢咧興趣過後啊，除咗薪水然後業績過後啊，佢自己還會考量到其他部分嘛。我感覺交通嘅部分未清楚。交通便利，因為像我唔會食材咩唔會去有多擺。係嗰種。你要有司機啊，要有司機啊。叫司機啦。冇啊，係冇司機啊。男朋友有司機啊。可能其他冇嘢。係我要那邊真司機嘛。我做得搶大天發。是有跟人冇按多錢，做得搶司機，好冇？嗰種一開始我係考量到交通嘅問題啊，因為一開始我係想做穩定嘅條路，嗰種就會想我單日就順風從我去上班，嗰種交通係輕重要嘅嘛。不過到後來慢慢咧，我感覺我哋行山後生。嗰種我韓州的係韓州的，嗰種韓州的嗰邊啦。我感覺興趣還有夢想下重要，係嗰種我將會俾嘅錢下少一些咧，係。如果只安尼唔會有經濟上嘅壓力。呢下較好咧，係呢下較算穩。安尼會自家來。係安尼會自家來。懂真。自家賺自家。幾少逢咧？你自家考量到前條路嘅時間考量的。哦，那前條路嘅考量哦，有看到係。薪水呢要9分按度呢，咁咩？我有都發現我下點多誒，你下點多嘅呢？我係興趣1分，你剛剛唔係按你講嘅啊？我係興趣1分啊，前面嗬，大家嚇到，誒，剛剛清楚唔係按你講，誒，因為我知道有家庭以後咪嗬，冇錢爭啲講好少。我有錢都會買快樂嘛，係啊，我就想講鼓手我錢係9分啊，但係唔錯只電動係你得看到，我錢係9分啊，興趣也凊彩啦，有錢我現在了就做得嘛。做爸爸就唔可以，犧牲自己啊。我去家係，因為我知道係頭擺出來，就戲劇好演我學習嘛，鼓手頭擺就係有興趣嘅錢咧，我就知道尋條路應該就係尋有興趣嘅，唔過我知道最重要有4點，像有做條路嘅氣氛啊，還個考量一條嘅工作同事人與人之間，係，還有自家對未來嘅規劃，也對，我知道非常重要。向下慎重，我係知道懂重要嘅。百強，你知道你家講嘅用法？我清贊同你家嘅看法，未清同至於嘅看法，興趣係最重要嘅。嘅錢咧冇重要啊，因為係興趣哦。我知道，我自家知道就係講去嘅條路冇興趣，真係當然都係死睇咧。當然都係死睇，真嘅。冇錢啊，百強。我感覺嗬，條路對我來講，完全是要考慮好也唔好，因為我感覺雖然年齡嘅增長，
见头上嘅压力會經來經台。單嚟動蟲啦。係啊，假使做啲利用後生嘅世界啊，寶貴嘅事件，做自家期待嘅透露，失敗咧，和做啲改變跑道，成功咧，開始傳導咧，所以我感覺，與其一開始完全考量收入。做自家會艱苦啊，冇辦法長久嘅透露，係到將來選擇自家嘅興趣，肯得到好好嘅成就。大家有談到，大家後生人有講到吼，啲潛條路嘅第一個考量有可能係錢嘅問題，咩有可能係心情嘅問題，咩有可能係老同事相處之間，也係自家兩份條路未來嘅長久規劃，係唔係有未來嘅問題？然後呢，你先聊下，等下轉來吼，去聽地問大家啲做條路嘅時間有遇到乜嘅困難哦？你聊下先聊一下。三下嚟最重要嘅哦，最歐巴嘅事情。係最歐巴嘅事情嚟。佢有一擺就同歡喜人嚟講，你講你有獎金咩？同歡喜標版嘅獎金咯。標版嘅獎金呢，結果呢轉播下來看。打開來。係60條天天，60條哦，唔係600哦。所以嘛，唔是60條。觀眾朋友，歡迎進到後生泰山公嘅現場。家下有問大家講到喺工作嘅時節遇到嘅困難，沒有遇到嘅事情，有啲歡喜嘅，有啲笑嘅事情。不過你下會遇到，你下問大家喺工作上會遇到乜嘅狀況？聽講你家遇到嘅狀況同特別，老大家講一下好唔好？冇錯，其實我頭擺做嘅動作 part time 嘅條路，像我印象最深嘅就係啲百貨公司做驗退嘅先生。跟因為講印象最深嘅，因為個公司嘅待遇非常嘅唔好。怎麼說？用白講。因為呢，因為冇動真咯，冇動真咯。因為因為搞嘅小朋友呢，就會3、4歲天天，他唔識研發，韓國一唔識研發，冇啦，佢係細細嚟啦。佢係爸爸媽媽嘅發，佢唔係爸爸媽媽以外嘅人嘅研發。冇錯，愛留意溝通嘅時間。唔過呢，一般搞。1、2、3到4嘅小朋友動到哦，韓國啊，幾條都係有錢人嘅聲音嘅。故所呢，個廿我啊看到外條佢做嘅驗退嘅成果唔好，就罵你講唔好，係啊，韓國就知道唉，無限吃差啦，無限食飯。韓國食飯嘅時間難以，要留點鐘買東西食，點鐘因為聽買係冇？係聽買，佢又唔會俾你錢。係，記住大家講，你㗎，老藝買嘅。學長啊！老藝買嘅，然後記住講，這樣知道，然後我說好知道，唔過賺起錢唔會俾你錢，就下班咧。係啊。有冇按我爸爸唔掂喎，好，三下嚟最重要嘅哦。最歐巴嘅事情。係，最歐巴嘅事情嚟嘅，因為我哋要接送就係調班制調來調去。結果佢有一擺就同歡喜人嚟講，你講你哋有獎金咩？同歡喜標版嘅獎金咯。標版嘅獎金呢？結果呢轉播下來看。打開來，係60條天天，60條哦，係600哦。所以嘛，唔是60條。係啊，60條，係啊，我就知道，因為按歐巴咯。唔講談講到錢問題，自己沒有談過，係冇遇到過。其實唔係我嘅故事，就算我嘅故事，我咪唔會講你講。係我朋友嘅故事。我朋友啦，係，因為我嘅朋友做嗰隻條路有2年嘅時間咧，佢就講過佢想揾條路嘅，嗰時候佢就老公司講，我出去揾條，我出去離開咧，公司就講你唔好離開啦，拜託你留下來，跟我加薪，嚇，然後佢就講好，加薪當然做啲可能係加幾多嘛，好，嗰時候佢就講好，我老人加500條。有冇講冇按時，他講加500天天。真嘅，加上留捱下來，佢冇加5000元用緊曬，用做電哦。幾條事情留喺下來冇？講到錢問題，這方哦，我遇到嘅做條路嘅狀況較特別啦。老錢冇關係，老錢較冇關係，我是講辦公室嘅。老歐巴嘅人較有關係。老歐巴嘅人啊，係啦，你啊樣嘛，我係新人嘛。爭啲公司我動到唔啲嘅規矩，我想我去問一下，去請教一下，叫做唔會講。一聽我用 mail，我發電子郵件，辦公室嘅人員可能有到
背後捅刀咁樣用嘅。伊聽我用咩哦？按你留帶，懂真。係，伊咩按用回憶，按你公司有記錄啦，係啊，有真記啦。咩啊？按你就都冇前面冇少冇。你哋咋條路？嗌朋友啊，咁樣唔懂真。跟住嚇，你知道兩個條路有好嗎？兩個條路啊，其實大概行業就有好嘅地方，嚟講，我嚟按業務就時間好安排嘛，係嘛？按唔係冇中意你就放工嘛，係，誒，就係你啊。剛小鳳有講到佢係業務嘅問題嘛，業務中業務嘅時間可能係有為到愛留客戶。為了客戶來相處，故說可能要留記錄，還留一般你內勤的人可能冇相處，給自己儂之間。其實我感覺我比他才高。意思啊，比意思，他才高。我們今天是悲情大會嘛。他才高。你還有人做的冇，我冇人冇呢。你用解釋，你用班講呢？因為從我一開始啊，我去廣播電台嘅時，你兩名係寫出來的。懂真哦。沒有一隻天台嘅時間。冇有嘅，冇有嘅。用班咯。因為我一開始去嘅時，我係做節目嘅企劃，係唔過我去嘅時節2隻 V 嘅，係冇人嘅。覺得之前做兩個 V 人嘅離職咧。嗰時候我去嘅時節就冇人問嘛，我問配上人咩唔對，因為你是一個部門就係13人，嗰時候企劃就係13人，行政就係13人，嗰時候呢，嗰陣時我去嘅時，我就大開天咯，我就想，好嘅，因為。上一集要留下來講，哦，你接下來呢8年愛做乜嘅，9年愛做乜嘅，要乜嘅按呢愛搞，乜嘅按呢愛升強嘅。嗰時候我就打開天腦啊，就去個慢慢騎嘛，然後去搜尋，因為天腦下播嘅放大鏡，都做得。搜尋啦，搜尋，乜嘅碰鏡。嗰時候我就私下搜尋講，吼，可能幾年幾月的節目名稱、節目嘅名誒，然後呢去看上一年嘅時間係用版寫嘅，跟外張去甲團講，哦，做點用嚟寫。嗰時候全部都係去甲慢慢請來寫。跟你知道兩種嘅工作嘅方式，對你哋下可能係快也係好。我哋下上一來，其實我先感謝你嘅。廣播電台，還有感覺，啱就會攞嚟講出來，係冇？我感覺係一個清好嘅訓練啦。從我哋下處理按到嘅可能有錢多嘅事情，向下來嘅事，我做得慢慢來處理，你處理嘅以後。就訓練到自家時間上嘅管理啊，安排方面都當厲害。感謝，再一次感謝你嘅廣播電台，懂真，我根本有大家經常係來比悲情牌呢，很像大家來比悲情大賽，一撒比一撒，賭多嘅事情喊下歐巴，撒下來喊下唐一扎，喊下個歐巴嘅事情，飛起來講下好冇？從因談起來，大家都係在條路鬧同事之間嘅關係，從因未當好，其實應該未係。你未係，然後同僚之間有咩關係？因為我哋下都學搞行業嘛，係除了搞行業咪搞客家歌、歌謠。喺一開始因為我兩下嘅都學搞機係到非客語重點發展區，所以嗰啲成員咧其實都係。學錄音嘅成員咧，還記得來學行業客家歌謠，結果出去比賽，係甚至是喺到學校一開始預設嘅。冇強樣，因為我哋表現到非常好。動長的。係，很好搞，先生就知道，啲啊都有成員做得唱歌嘅呢，係咪意外唱？結果幾時到15隻成員啊，3屆半嗌，其他12隻唱。自家土仔。係自家土仔，土去唱英語歌謠。我們怎麼沒有一個喊切的牌？係咩？喊切。自家下。喊切。所以應該是知道啊，自家訓練到按辛苦，按成員按全部本嘅土去唱英語歌謠，所以應該是知道咩係。同時之間，和都好搞是係嗰種教學理念冇可用嘅，是這是很愛目前讀到最大嘅。我覺得今天記住，聽兩個版本呢，係啊，所以我有個。我家長到嘅大家就會讀到同事之間有啲冇唔好嘅地方，跟白camp有讀到冇？那個問題吼是
关于那个年龄嘅问题啦，因为我俩两种认份性上啊，然后法通主持俩两种工作吼，拄到最大嘅困难是系，譬如话老爱讲吼。你按后生，你会吗？你做得吗？做得吗？係啊，按後生，乜解唔會？按台內忙啊！所以從起下來，我咪習慣隱藏我自家嘅年齡，所以因為我感覺只要當對方吼看到你親眼看到你嘅實力之後吼，就會認為你只要24歲，佢係數字講嘅。所以我就一句話，我就一句話，為了大家分享，只係我嘅座右銘，只係假10年20而立，係唔係是走得30不惑？老師好，你講30歲冇繳貨誒，夠厲害。當然，你嘅八強真係一個有味且有味嘅青年哈。大家有聽到大家講成發當中係喺做頭嘅時，當到有可能遇到同事唔好啊，總管唔好，又係下輩人做事都唔好。不過咧，對做事時節唔但搶有遇到唔好嘅事情，還係提升自己嘅能力。你等下閒聊下，等下轉來問一下大家。做些時節用板提升自己能力，聊一下。等下就來問一下大家，用板來提升自己工作嘅方法，談講自己有一個親好嘅方法係乜嘢？聊下大家來談清楚咯。你講誰搶來談？大概，因為這是我的，算是我的。又是座右銘嗎？終極秘密，好不好？哦。就係非常重要。故作共3敗。故作共3敗。觀眾朋友，歡迎到轉來到你後生太上宮嘅節目現場。你家下有講到，做頭路嘅時節，接送會遇到當代困難，不過沒有提升自己工作嘅方法噃。然後就來問一下大家，用板來提升自己工作嘅方法，談講自己有一個親好嘅方法係乜嘢？冇錯，聊下大家來談清楚咯。你講誰搶來談？大概，因為這是我的，算是我的。又是座右銘嗎？終極秘密，好不好？哦，就係桌力，嘿，非常重要。故作共3敗。嘿，故作共3敗，因為像我以前做企劃嘅時節，我而家就講我係13年嘛，故說可能你1年會申請青島嘅單位，故說有青島嘅案例、青島嘅節目，會寫青島嘅企劃書。嘿，故說嘅種是呢，大家企劃書、大家單位嘅截止日期係唔同嘅。嘿，不過一本企劃書，你會準備青島嘅資料。故說嘅種是我都會先用桌曆寫下來講，嘅今年呢，你可能8年嘅時間，我哪一隻會申請，還係9年嘅時間，哪一隻會核銷，嘛，大家全部都寫上來。故說我就得慢慢看咯，哪一隻會準備，哪一隻會開始咧。那跟我衝嚟，衝嚟設計會先想好講，跟我2禮拜，我先寫哪一隻案例。那幾隻案例呢，我寫2禮拜就一定會寫題。那喺根本你嘅精圖冇做到我嘅想愛到嘅那個程度的話，跟我填工呢就會寫更加多，可能我設計就會加班。嘿嘿，嗰種我係親好嘅自由嘅。剛剛跟自由共動哈，就會桌曆咧，還有一個行程表 schedule 嘅安排上有重重要。然後尤其係你兩種自由工作者嘅咩重重要，嘅你敢知道呢？用白來提升。係，我做動站同質疑啊，動站。不過我設計就像較無可用嘅方式，我就會用可能啊1張嘢，又係2張嘢，有嘢履行。用履行來做目標，係講設計條路做好來，就做得好好來去搞。韓國咩希望設計基本嘅事情啊，基本嘅做好來，唔好拖太久。按樣啊事情就做得安排好勢。就像你有接送有談過，你計劃很多今日事今日畢。係冇錯。你喺動好嘅方法，像係去履行嘅時間，履行就係一個動態誘因吼。你做嚟本設計一個動態誘因，比如講你安排日本嘅履行5月到8月10號，你下係6月10號，我對8月以前老兩事情做得，你8月10號當做去日本履行，像係安尼係冇？係。嗰8天咪對佢哋用晒認同有認同冇？
我非常赞同吼，至于个着力奉献，着力个奉献，每日那个李家改这今日事今日毕，我动情，我请赞同吼。因为我像我个体路吼，哩哩杂杂动作，我感觉吼体路日挺会行行完成啦，唔会拖呢。不过吼，我七家没有办法，难是系太这个天性。嘿，我今年吼会来分享这个最近发现这款 APP， 乜个 app？ 哦，动厉害哦！那个 app 是锁定手机，假使你想要划开手机，你是要至少最少吼等待1分钟以上。假使我想要发什么社群软体啊，打开 Facebook 啊、Line 啊，哪个东西啊？所以可以不要滑。那某酸没甩起感啊？是你去个自行设定的城市，某首电台嘅限制。那我就把 FB 啊、Instagram 啊、Line 啊全部都设置不要影响。没有自我控制能力嘅人啊。我们去有些方法，就係我為了 Facebook 還有 Instagram 也有社群軟體啊，邊都嘢資料加低度，就盡情都請唔到，係咪按鈕？你咩這個咩水這個呢？跟你基礎嘅問題，你這個標個這個又請唔到。我就真係請唔到，你算嚟冇用。做得了 APP，你知道了 APP 好用嗎？了 app 都好用哦。因為吼，我係這個有限無限時常會滑一下手機嘅人吼，所以因為了款 APP 本來碰手機嘅事件吼變很少，所以我感覺吼讓工作嘅效率增加嘅方式是係用下手機，這樣效率將會提升。現代人吼都從事了係智慧型裝置嘅問題，不講講係像藝術從哪裡了 iPad 平板嘅問題啊，又係手機嘅問題，大家都接受，因為讀到按到現代嘅東西都老嘅錢嘛，比如講倆當吼，做些事情接受會唔準嘅，等下有一個訊息啊，等下有一個訊息要回啊，還是我要看一下誰的動態，慢嘅動態啊，懂接受我們大家分析，不過我知道北京嘅做法真好，或是我們有時候就算沒有安裝這個 app， 我們也可以，比如講要同時要好，我們上班的時候，大家手機嘅高出來，不用都做好，萬一先去名手機嘅就會搶動珠。按你咩我咪知道按你方法先哦，像你去食飯時沒有按你做，有啲懂破嘅方法。其他人有乜嘅其他嘅方法會見？我其實都至於差唔多，我隨時我會帶一本寫譜啊，和譜裡邊都也是閱歷嘛。我是為讓我打上要做個比如講活動啊，乜嘅全部會寫到打勾，還我只要完成嘅事情，我是會打勾勾。打勾。所有東西都打勾勾。這樣好像是。我啲用空有看到人做嘅子彈筆記本，知道嗎？差唔多。子彈筆記係差唔多，因為我頭版咪係用手機啦，可是我係係知道用寫嘅，比依賴嘅電子產品會好樣，所以我是全部打勾勾，係勾勾都打完是表示做得亮錢咧。好棒，都好。係啊，勾勾。因為我知道，因為看呢啲嘅觀眾朋友真係懂要福個，用要福去，因為要學到要 app，要寫桌曆，又寫子彈筆記嘅方法，還有旅行嘅方法。除了這以外，小朋友其他嘅方法嗎？還是知道心態嘅調整啊，正確。正確，什麼心態的調整？老爸爸了。我嚟講，什麼？所以大家心態不正確嗎？係啊，應該用功課。乜嘅條路起步就有困難。薪水就會較大，不過你頭擺做起講起旁當起久就會易嘅。係，如果乜嘅條路你聽話有一個時間去進步，你學習，就會比別人較強嘛。係啊，古時也係有當人講，第七屆環境地擺咪嗬，已經知道有死無邊嘅，又唔敢踏出無邊啊。係，不過第七屆拍唔掂，其實你喺當到條路咪嗬。也都會做嘅人，然後佢頭擺所學嘅專業意識嘅觀念就冇，係古時我知道路行行就會多啦，人行衝就會放啦，講真嘅，佢衝唔好談冇，咩會放啊？咩啦？我現在好目標啦，我先聽好了。對啦。你學習上也是要保有一些熱情和熱忱、熱情嘅部分。飛機知道熱情重要係冇？我知道非常重要。用蠻講嘅。因為你係對大家工作係冇熱情咧，應該你做事情是會冇動力啊，用心嘅長途咪會冇空用，所以要一直
保持你该热情有一定的标准，都该在跳舞当中。还记得安营长微信歌，在跳舞爸爸讲。所以咧，疫情以外，俺问一下你刚知道还有其他的部分，你知道在提升自己的能力上有什么样的帮助的吗？那时候就会态度你要愿意正经啦，唔讲你要冇方言好冇？冇方言，你要方言錢？冇啦，唔講願意兩人學，無論好嘅也係壞嘅，都係好進來。願意學習。壞嘅咩嚟學？你小父母講到。係啊，我係說壞嘅東西啊，因為你學到呢，你就會知道，我唔會老日上人強用。所以 Annie 成語其實有講過，就是他山之石可以攻錯。因為看到片也以人為鏡嘛，以人為鏡，就可以明得失。就記得這個哪裡得到哪裡做唔好的地方，看到見賢思齊，見不賢就會這個會反向啦。加有講到吼，當後生人有講到，工作嘅態度真是係當重要。有3忙做事嘅態度啊，有人係3忙唔做事嘅態度。講到說話，叫無邊嘅行都唔會出，講到會做吼，嘛個腳痛啊，屎忽痛，牙齒痛，數字咩痛。跳哪冇咩會痛，係唔係？講到工作嘅態度同重要，像係你哋下有講到良好嘅工作態度有嘛個，像係主動喺聽書騙人嘛，願意喺主動去提供協助，主動去幫忙騙人啊，聽書。再落嚟做事認真負責，你係同重要，應該我知道嗬主管。當會本大家，會負責任嘅人會本做事，因為唔負責任嘅就唔會搞判事項本嘅。但提示嘅就係有禮貌、好溝通、好相處，菜蟲全部唔合嘅。最大聽嘅唔會饅甜怪氣，兩邊全部唔合嘅。尤其係自己強人所難，但是還是要跟大家講，最尾一隻係乜嘅？做得團隊合作。全部咩唔合嘅，咩冇合嘅吧？有啊，你全部用天氣啊！哇！Annie 剛才有講到了6點嘅工作態度嘅問題，唔知菜場嘅50後生大家都有做到冇啊？嚇100分。有人100分，咩有人2分，嘅當真喺過到當切爭吵個嗬。不過觀眾朋友，希望大家咩做到啦良好工作態度嘅6點，假使做到唔止係唔單止喺工作上，在生活中咩都有幫助哦。你基本上歡喜就請到50嘅後生人老大家講一下，佢到生活中也喺工作上遇到乜嘅困難，也係用辦來提升自己嘅工作態度。希望咧陪大家做一個參考哦，咪希望大家會中意今本嘅節目。下禮拜同一個時間繼續來收看後生太上古。要把大家講，上來了喲，拜拜。拜拜。上來了。